续关心屏东布袋飞龙水墙撩起意外，加上也有3个人失踪，也被找到。昨昏是改用伫水尾设拿查点，配合空气急机的方式咧找人，不过也是找无。今仔日会继续找。蔡头中架起网中拦截点，现场位伫飞龙水墙水尾，前一天1点找袂到人，2、3设置拦截点，毋望会当早1点发现失踪者，煞也是找无。暗记的一个搜寻，然后到空拍，目前均无所获，未发现失联者。气象局提醒2、3这天，高雄屏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几率，要注意雷击甲强阵风，也针对屏东部大山区发布大雨特报。烦恼落雨造成崩山，也是河水涨起来。前2天继续伫水墙头中尾深潭搜寻的任务先暂停，改用空气机搜寻水穴，搭配人员伫换载用件的监视。到下昼2点40分，山区落大雨，也予搜救任务中断。14点40分的时候，我们山区这边下起大雷雨那暂时停止所有的一个搜救行动山南到打第3天，天气变化增加救援难度。原本架设伫悬所在的前进指挥所已经转往山脚的国川大桥游憩区，立时会看天气状况调整搜救行动。记者综合报道。